大家一齊攬咗段片，睇下呢個係邊個？我哋淨係得大家團結埋一齊，企埋一齊，靠自己嘅力量，先至有機會翻身，先至有可能推翻國民黨呢個暴政，建立屬於我哋自己嘅國家，建立呢個社會民主、政治民主、經濟都民主嘅國家。呢段片係1988年台灣520農民運動現場拍嘅，鏡頭入邊有個後生女仔企喺街頭，聲音充滿激情，呼籲推翻國民黨暴政，建立屬於我哋自己嘅國家。大家睇得出嚟係邊個未？冇錯，佢叫鄭麗文，嗰陣時得19歲。而家去到2026年4月10號，同一個人行入北京人民大會堂，仲同習近平握手，足足握咗14秒。佢話要令台灣人自豪嚟講，我係中國人。37年同一張面孔，兩個完全相反嘅靈魂，係咪好諷刺呢？究竟係咩令到一個人可以有咁大嘅轉變？佢係真係改變咗，定係其實佢一直都只係一個政治生存者，唔同時代就扮演唔同角色啫？大家好，呢度係微語睇世間，我係陳微語。今日我哋會帶大家近距離了解下鄭麗文，仲有了解下影響嘅嗰個人，同時都會了解下陪佢一齊去北京嗰位美女助手，國民黨政治新星，睇下啲咩來頭。等我哋先返去1988年，嗰年台灣啱啱解嚴咁耐，蔣經國啱啱過身，民進黨啱啱成立，5月20農民運動爆發，幾萬人上街抗議農業政策，同時都帶住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嘅憤怒。有個台大法律係喺女仔行上台講咗呢啲說話，一代又一代，換咗又換咗統治者，淨係對台灣人更加剝削、更加壓迫，從來都冇為台灣人扛過，亦都淪為台灣嘅前途諗過，因為佢哋從來都冇當台灣係自己屋企。但係雖然我哋係外省第二代，我身份證上面嘅籍貫俾國民黨寫唔係台灣，但我細個喺台灣大，飲台灣水，食台灣米大，將來我嘅命運其實都同呢啲520上街頭嘅農民學生一樣。佢話我哋唯有大家團結埋一齊，企埋一齊，靠自己嘅力量，先至有機會有翻身嘅一日，先至有可能推翻國民黨呢個暴政，建立一個屬於我哋自己嘅國家，建立一個社會民主、政治民主、經濟都民主嘅國家，咁我哋先至可以睇翻台灣人失去咗400年嘅尊嚴。關於呢段演講嘅影片，依家仲喺網上掛住，會成為永遠嘅見證。但係呢樣嘢恐怕會成為鄭麗文永遠嘅驚嚇。4月8號，佢喺南京會見江蘇省委書記，點知俾人一句我睇過你嘅影片，嚇到即刻面色大變，連個姿勢都唔自然咁。鄭麗文祖籍跟父親一樣係彝族人，細個嘅眷村大，讀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嗰陣，啱啱就係台灣民主化時期，佢開始投入學生運動，曾經參加過野百合學運，做過國立台灣大學論壇社社長、新生代國家安全論壇召集人，仲積極參與民進黨領導嘅街頭遊行活動，曾經支持台灣獨立。佢唔淨係嗌口號咁簡單。鄭麗文加入佢主張台獨、立場鮮明、抗爭路線比較激進嘅校內社團大論社，仲去咗著名社運人士鄭南榕創辦嘅自由時代週刊做校對，成日同男朋友周圍噴寫台獨標語。鄭南榕呢係1989年為咗捍衛100%嘅言論自由，喺辦公室自焚殉道，係台灣民主運動嘅標誌性人物。鄭麗文喺創辦嘅雜誌社做嘢，呢個絕對唔係普通嘅背景，難怪鄭麗文會驚俾中共翻舊賬。大學畢業之後呢，鄭麗文加入咗民進黨，仲做咗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同時期又加入咗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1996年代表民進黨參選第3屆國民大會代表，喺台北市第1選區以58000幾票當選。佢睇返呢啲履歷，其實佢真係貨真價實嘅台獨分子，而且仲係核心人物。佢哋又係點樣行到今日變成親共統派嘅代表呢？我哋陣間會講下對佢影響好大嘅一個人。揾啱人，食啱嘅，先至對我哋人生有益。我呢度想同大家介紹一個真實嘅案例。有位嚟自美國加州嘅 Vivian 女士喺今年57歲，佢由2013年開始就患上類風濕性關節炎，已經超過10年啦。
呢2年醫生檢查嘅時候話佢已經去到第4期，膝頭入邊嘅半月板幾乎都攞唔清楚。因為關節有問題，佢每日上2樓都好辛苦，差唔多係一隻腳拖住另一隻腳衝上樓。佢喺舊年8月開始試下食我哋呢隻紅海參修復型膠，就係呢個。大約食咗2個月左右之後，佢就好驚訝咁發現上樓嘅時候都可以左右腳一上一落嘅正常行路，唔再好似以前咁拖住咁行。所以佢特別開心，仲好感激我哋推薦咗呢款紅海參修復型膠俾佢，仲介紹埋咗屋企人一齊開始食。因為紅海參成日都冇貨，喺舊年甚至仲買定貨，買到今年6月都夠食。喺度我哋都要提一提大家，呢個紅海參嘅唔係藥品，但係作為日常保健食品，喺修復力同提升免疫力方面真係幾有幫助。大家可以喺我哋留言區嘅連結去買，用我哋優惠碼微語就可以有85折優惠。要明白鄭麗文嘅轉變，其實唔可以唔提一個人，就係睇老公駱武昌。1987年9月，鄭麗文入咗台大法律系，加入咗社團大論社，識咗當時讀緊台大政治系2年級，喺社團做總編輯嘅駱武昌。日對夜對之下，2個人就拍咗拖，變咗情侶。喺台灣嗰個年代，大論社唔係普通嘅讀書社，佢係主張台獨、走激進抗爭路線嘅學生社團。鄭麗文同駱武昌喺嗰個風起雲湧嘅年代，一齊並肩作戰，齊齊嗌口號、噴標語，一齊上街頭。但係而家，請大家留意重要嘅部分。根據國家檔案揭露，當年情治單位早喺鄭麗文入台大之前就已經接觸咗駱武昌，想吸納咗做線人。佢隱藏身份，其實係當時調查局嘅校園嘅部件運用人員，俗稱鋤扒仔，即係我哋講嘅線人、臥底、特務。相關檔案入邊披露，情治單位打算先將駱武昌列為運用關係，化名馬超，觀察佢哋活動能力、工作表現、安全狀況等等，做綜合評估之後，再報請核准列入內線部件。馬超就係嗰個同鄭麗文一齊喺台獨社團衝鋒陷陣嘅男人，佢哋化名叫馬超，係調查局希望滲透入台獨運動嘅線人。情治單位嘅中駱武昌係因為佢嘅大論社擔任重要職位，仲同大新社、女研社、濁水溪社、勞工社等等出名嘅學生社團幹部都好熟，經常有來往。而且喺接觸過程中，佢哋發現駱武昌係可以培養佢。國民黨情治單位想將駱武昌培養成為滲透台獨社團嘅線人，而鄭麗文就喺呢個時候走入咗駱武昌嘅生命。呢一份檔案話俾我哋知，鄭麗文最親密嘅人曾經係調查局眼中嘅獵物。至於之後發生啲咩事，嗰啲檔案呢仲未完全解密。大家睇下啦，呢個人係咪令到鄭麗文嘅故事又多咗一個完全唔同嘅解讀角度呢？咁鄭麗文自己又點解釋呢個巨大轉變呢？佢話1988年嗰陣時佢大約19歲，嗰年係台灣一個好重要嘅歷史大環境。嗰時蔣經國去世，台灣啱啱解嚴，民進黨都係啱啱成立咁耐。嗰陣時佢嘅台大法律系覺得國民黨堅持嘅呢種法統係台灣民主化最大嘅障礙。同時都冇人相信國民黨有能力用軍事力量反攻大陸，所以佢哋嘅氛圍之下，佢覺得拋棄中國法統，追求台灣獨立就係台灣嘅解放。跟住呢，佢話佢越接近民進黨嘅權力核心，就越見到黨內無情嘅鬥爭。佢目睹咗呢個過程，令佢心入邊好疑惑。當佢發現台獨行唔通，民進黨又冇真心主張台獨，喺兩岸應該點算好呢？呢個就係我去劍橋大學讀書最主要嘅原因。佢話自己讀完書翻嚟之後，國際觀同歷史視野就完全唔同嘅。2002年，一件睇落好荒謬嘅事情嘅鄭麗文離開民進黨嘅導火線。嗰陣時，台灣爆出陶醒哲舔耳仔案，有位立委聲稱衛生署長喺 KTV 舔咗一個男仔嘅耳仔。鄭麗文喺媒體度跟住一齊鬧，點知事後證明原來係烏龍一場。民進黨對離制出嘅黨紀處分，鄭麗文選擇離黨。
鄭麗文透露，當年連戰揾咗傾咗好耐，佢俾連戰感動嘅。佢本來以為離開民進黨就等於離開政壇，點知連戰會揾佢傾加入國民黨嘅事，佢好感動，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所以就答應佢連戰。2005年正式加入咗國民黨，嗰個曾經高喊打倒國民黨暴政嘅女仔就咁樣加入咗國民黨。而佢俾出嚟解釋係台獨係呃人，淨係國民黨先可以解決兩岸問題。咁我就有個疑問，一個人嘅政治信仰真係可以咁快轉變，仲要轉得嘅徹底咩？我哋見到佢係一條好清晰嘅軌跡。喺民進黨失勢之後呢，佢就離開咗國民黨，俾機會之後呢，佢又加入返國民黨，話要同北京和解，佢哋就話自己係中國人。習近平俾咗機會入人民大會堂，佢就講命運共同體，好似每一步咁，佢都踩咗當時對佢最有利嗰塊石頭上邊。2026年4月，鄭麗文訪問中國，佢嘅隨行團名單入邊啦，出現咗一個非常值得留意嘅名字董家瑜。佢擔任國際事務部主任，全程陪同，包括一齊入去習近平閉門會談現場。呢個名字好多台灣媒體都有留意到，佢外表係一個令人眼前一亮嘅靚女，但佢嘅背景呢，其實遠比佢嘅美貌更加值得人關注。喺今年先至30歲。大家都知國民黨呢係一個好講資歷排輩嘅政黨，黨內幹部嘅平均年齡一向都比民進黨起碼大3到5年。佢一個30歲嘅年輕女性，佢究竟點樣可以入到呢個層級呢？答案呢就喺佢哋嘅成長故事入邊。董家瑜嘅老豆呢係上海台商，咁細個就跟住老豆嘅上海生活，接受晒完整嘅大陸小學、初中同高中教育。咁即係話佢成個人格形成最關鍵嘅基礎教育呢，就係喺中共嘅體制下完成咗。佢戴過紅領巾，唱過國際歌，讀過中共版本嘅歷史課本，就喺嗰套話語體系入邊大啲。我哋呢啲喺中共黨文化嘅視下大嘅人都知，想擺脫佢哋嘅洗腦其實好唔容易。雖然之後佢去咗美國深造，先後睇到紐約大學學士、劍橋大學碩士，最後仲睇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呢個真係一份好光鮮嘅國際精英履歷。但係佢嘅世界觀、價值觀究竟係喺邊度成型嘅呢？呢一點真係幾耐人尋味。董家瑜係喺中共嗰套體系入邊真真正正大嘅，佢識得嗰個體系嘅語言，識得嗰套邏輯，亦都識得點樣用西方嘅話語體系去包裝同埋翻譯嘅。就好似好多嘅中國大哥之後出國留學，最後變成中國故事講述者嘅，例如金克宇，佢哋都係咁樣嘅成長軌跡。鄭麗文帶董家瑜去同習近平開閉門會，呢個選擇本身就已經係一個信號。今次去北京，中共到底點對待鄭麗文？細節永遠都比聲明更加誠實。我哋一齊睇，留意幾個細節。第一，喺紅地毯，喺黑頭車坐公務巴士去見習近平。鄭麗文去人民大會堂同習近平會面嗰陣，居然連黑頭車都冇，係同一班人一齊坐公務巴士，期間仲一度喺車上等到發呆同傻笑。對比翻歷史，2005年蓮湖會，北京仲出動嘅紅旗改裝版禮車，仲有重型機車隊開路。2024年馬英九第2次馬習會都一樣坐喺防彈黑頭車，呢個係中國對國民黨主席近20年嚟最明顯嘅降格冷待，侮辱意味好濃。第二點就係會面地點係東大廳，而唔係福建廳。表面嘅東大廳係高規格，係用嚟接待外國元首嘅地方，但問題就係正正喺呢度。過去習近平喺北京會見國民黨歷任主席，包括連戰、吳伯雄、朱立倫同埋洪秀柱等等，地點都係佢嘅福建廳。將接待對象當做係內賓，福建廳嘅意思就係你係中國人，你係自己人，我哋自己屋企招呼你。喺東大廳嘅意思呢，就係你係外賓，我就用接待外國人嘅規格嘅對你。台灣問題已經國際化啦，我唔再當你係內部問題嘅處理。
點解北京要咁做呢？北京唔係一向都話台灣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咩？喺鄭立文到訪，到底係代表自己人定係外賓冒訪呢？外界有好多種解讀，有一種就話呢個係習近平用一台一啲嘅手法，將台灣問題國際化，係做俾川普嚟嘅。另一種講法就係北京用呢種方式話俾國民黨知，北京係撐你，但唔係淨係撐你一個，你有用，但你唔係唯一有用嗰個。仲有一種講法就係習近平而家未必可以完全拍板，鄭習會都唔係佢一個人話事，係元老等集體妥協嘅結果。元老派唔希望喺局勢唔穩嘅時候再激化台海問題，所以就同意用東大廳呢個相對尊重台灣地位嘅形式嚟接待。但同時軍機擾台其實係東部戰區嘅慣性操作，啲人去叫停，所以就出現咗矛盾信號。呢個就係中共體制詭異嘅地方，表面上好似得一把聲，其實入邊有幾條指揮鏈一齊運作，有時甚至會互相矛盾。究竟係邊一種情況呢？大家都可以喺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我哋再講第三個細節，就係直播俾人 cut 㗎。鄭立文嘅說話都未講完，記者就已經俾人趕咗出去。根據國民黨提供鄭立文超過3000字嘅講稿，佢喺鏡頭前其實只講咗1/3，大量內容包括兩岸可以一齊努力嘅3個方向、5點主張，全部都變咗只係喺閉門會談先提出，仲未講完就已經趕記者出去。呢個絕對係一種唔尊重嘅表現。細節4：和平之旅，軍機照常擾台。喺鄭立文聲稱今次訪問大陸係為咗尋求和平嘅同時，台灣國防部就監測到喺呢個所謂和平之旅展開咗2日內，中共反而派咗15架軍機同軍艦對台灣進行軍事施壓同灰色地帶騷擾。中共嘅邏輯就係佢嘴巴講緊和平，隻手又唔停手，佢要俾台灣內部見到一個可以傾嘅鄭立文，同時又繼續用軍事壓力製造恐懼，令台灣民眾夾咗戰爭威脅同和平幻覺之間，陷入一種焦慮，冇辦法做出清醒嘅判斷。仲有細節5：習近平講各政黨而唔係國民黨，呢個係最關鍵嘅一刀。習近平喺講話入邊表示，我哋願意喺堅守9·2共識、反對台獨嘅共同政治基礎上，加強交流對話，爭取兩岸謀和平，爭取兩岸謀福祉，爭取民族謀復興，將兩岸關係喺未來實實在在掌握喺中國人自己手上。大家留意下，佢講嘅係台灣各界，而唔係國民黨。佢哋俾鄭立文任何獨家地位。鄭麗文去北京，對北京嚟講，其實佢可能只係一張牌，反而唔係一個真正嘅談判夥伴。佢講嘅話，中共將鄭麗文安排喺東大廳，係因為東大廳嘅台灣媒體報道入邊睇落好隆重，好有排場。呢個其實係做俾台灣觀眾嚟嘅形象工程，等親中媒體可以講，你睇下北京幾嚟重視國民黨。但係喺實際嘅外交層級上，坐公務巴士講咗又俾人 cut 咗。習近平講各政黨呢啲細節，其實先至係真正嘅政治信號，說明鄭麗文實際上佢嘅大分量。場地係高規格，但係待遇就降咗級。呢兩件事其實唔矛盾，因為佢哋服務嘅目的唔同。其實呢，一個連自己講嘅說話都自相矛盾嘅政權，我真係唔明白。鄭麗文憑咩會信佢講嘅和平係真？鄭麗文以為自己係主角，但係喺中共嘅劇本入邊，其實佢只係一件道具。喺鄭麗文今次訪問入邊，仲有一幕，我覺得係成件事最諷刺嘅縮影。喺中山陵有一個鄭麗文喺粉絲現場大叫下架民進黨，呢句口號完美切合咗中共當局反台獨嘅政治正確。呢位粉絲可能當時仲自鳴得意，以為可以博到現場官員嘅欣賞，但係接住落嚟發生嘅事就震驚咗台灣社會。呢位大叫嘅民眾即刻俾現場中共維穩安保人員強行撲低同逮捕。佢本來諗住幫手下架民進黨，點知啱啱講完，自己就俾中共先下架嘅。
點解叫下架民進黨都會俾人捉呢？因為喺中共嘅邏輯入邊，內容係咩根本唔重要。未經官方批准嘅公開集會同大聲喧譟，本身就已經係對佢嘅政權穩定嘅一種威脅。喺一個嘅言論自由，連舉白紙都會俾人捉嘅國家，統治者係驚任何形式嘅群眾自發行動。中共要嘅係好似機械人咁聽話做事嘅順民，而唔係會喺公共場合大叫大嚷、有自主政治情緒嘅公民。就算你啱佢係共產黨萬歲，只要唔係官方安排好嘅劇本入邊，佢都係破壞維穩嘅不安定因素。呢一幕真係值得每一個台灣人，甚至每一個中國人認真嘅思考。今日有個台灣人去咗大陸，淨係嗌佢一句台灣政治口號就俾人撲低捉佢。佢如果有一日兩岸統一嘅2300萬台灣人，仲有佢喺街頭嗌口號嘅自由呢？鄭麗文講和平，但佢有冇諗過佢口中嘅和平係邊一種和平？以鄭麗文嘅身份，今次佢仲大量用咗中共黨文化嘅用詞，其實真係好令人驚訝。其中主動提出孭習時代標籤嘅命運共同體，更加係赤裸裸嘅表現出想同中共紅潮合流嘅意思。你講嗰啲說話，無論佢係真心相信定係一種咩策略計算，我覺得嗰啲說話咧，只會令人睇唔起。鄭麗文究竟係一個真心尋求兩岸和平嘅政治領袖，定係喺中共精心設計嘅舞台上扮演一個自以為係嘅主角？其實只係個道具角色呢？